是按议题来关心的是，这中华的鸡卵去验着砂糖这分普年，即马为着要来理清来源，动风所呢是去鸡条来采样甲检验，结果煞还搁伫咧鸡卵、鸡毛，甚至是这鸡屎顶头去甲检着。县政府即马是照违反动物用的药品管理法，甲加重裁罚12班，嘛继续来管制低调。中华动风所的人员来到鸡条准备采样，中华文雅跳舞场出产的鸡卵验出分普年了后，引起社会不安。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鸡条采样进行复检，经过检验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分普年。分普尼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，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，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。中华县府表示，初10的时针对鸡卵、水、饲料、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特产会检验，结果显示，敢若伫鸡卵、鸡毛甲鸡屎验出分普年，其他检体验无分普年。就学者指出，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分普年的可能性。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，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。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，它因为鸡只它长期时间累积下来，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分普林。县府表示，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、鸡肉、脂肪、鸡卵采样送检，嘛继续对文雅跳舞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监测，封存全部的鸡卵。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，理清详细污染原因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